对了，那么行，这叫明码人价了。东方一个3年给了不给，因为老你们来不看的，上去的3万了，这边应当万的，可是他们这种这些的来学习。这里朋友们嘛，记住，参照给界面点的后里面5面人，里面的手机手机先告诉，点的到我的书，后面人给你们写，先到这边是就建议3年，看网站型的数据那些人员。来，这个不管是说，举报给别的，他现在是这样，这个出，人家3年2度，能做到这一块，而且在那说他们东方拿了别的，现在你说，那人家你说他东方这个人力我们人力操作学习，因为后面老年马上说的，我现在对的2个的老教授，你把3年现在的。对这个这个你然后那是有告诉，然后这个他们他当时来吧，这个别的你们那的别的有学工的别面呢，然后明天这个是让用到这个那个呢，学的价值给你有的三分给的这老王的这个呢，日本人对学这这个这个看，现在这个他这个看你学。방법들이 한 병정을 나면 상수 이제 잡았죠, 줘봤죠. 대니와 드립니와 별 계급치 그 결론 따라 상황에 보시나. 그렇죠. 사무실에서 여러분들 무슨 내림 시간도 써야 되는데